謝賢離世之後，謝家豪門宇宙嘅風波並未因為一代傳奇嘅莊樂而平息，反而因為一份幾億遺產信託嘅曝光，掀起落比電視劇更曲折嘅恩怨情仇。今日我蘇文峰就同大家坐低，慢慢拆解呢個令全香港、台灣甚至整個華語娛樂圈都議論紛紛嘅玄學大局。四哥謝賢一生風流，情債處處，但佢臨終前嘅遺產安排竟然引發咗第一任妻子珍珍分文冇份晚年落魄生病嘅傳聞，而另一邊乃狄波拉同張柏芝呢兩代謝家女人就被指聯手守死咗幾億財富滴水不漏。呢個局面喺我眼中正正應咗一個舊松四哥大半生嘅風水命理局，我姑且稱之為第一段婚姻業債風水局。今日我會由四哥同珍珍嘅相識講起，再深入拆解珍珍個面相點解注定晚景坎坷，然後剖析狄波拉同張柏芝點樣結盟守財，最後用玄學角度解釋點解四哥嘅遺產會咁樣分配，而呢一切又如何呼應萬般帶不走，唯有入隨身嘅天道規律開門見山。先講最震撼嘅結論，就係珍珍喺四哥份遺產信託入面的確係一毫子都分唔到。好多網民聽到呢度即刻鬧四哥絕情，話佢生前咁風流，對個個女人都咁大方，點解對自己第一任妻子咁冷酷無情？尤其係珍珍近年嘅處境真係令人心酸。佢同前夫劉家昌為咗財產打官司打到反晒面，身體又遺傳病痛，出入醫院好似家常便飯，加上同個仔劉子謙嘅關係都因為錢銀問題搞到僵晒，成個晚年可以話係波折重重。呢個時候四哥擁有幾億身家，點解唔可以伸出一對手拉呢個曾經愛過嘅女人一把呢？但我要同大家講，呢個決定背後絕對唔係一個情字咁簡單，而係涉及謝家整個血脈傳承嘅大局，同埋一個連四哥自己都無法耶學嘅風水命理規律。先講返70年代，珍珍係台灣同香港公認嘅第一玉女，佢嘅美貌令到無數男士神魂滲倒。四哥就係其中一個。當年四哥正值風華正茂，英俊甚啱，佢對珍珍一見鍾情之後，展開咗辣辣烈烈嘅追求攻勢，最終兩個人在1974年秘密結婚。當時全華人社會都為呢對金童玉女送上祝福，可惜好景不長，呢段婚姻只係維持咗短短2年，就因為台灣音樂才子劉家昌嘅介入，加上種種唔會同溝通問題，最終宣告離婚。離婚之後，四哥痛苦咗好耐，雖然佢表面上繼續風流快活，但內心對珍珍始終有一份難以釋懷嘅低欠。幾年前珍珍出書同生病嘅時候，四哥已經80幾歲，行動唔係好方便，但佢都親自飛去台灣探病，送上粉紅色玫瑰花，仲喺傳媒面前講出我永遠愛你呢句深情說話。既然愛意仍在，既然臨終前四哥身家幾億，點解最終嘅遺產分配入面，佢會選擇鐵面無私，1蚊都唔俾欣珍呢？呢個矛盾就係成個故事嘅核心散念。要明白四哥嘅決定，首先要用雙學嘅角度睇清楚珍珍個面相。珍珍年輕嗰陣雖然美若天仙，但佢嘅五官佈局其實隱藏住典型嘅玉女悲情晚景坎坷相。我蘇文峰睇上幾十年，珍珍嘅面型輪廓有3個特徵係最致命。第一，佢一對眼睛非常大而且迷人，但如果你仔細留意佢年輕時嘅照片，就會發覺佢眼內永遠好似有一層薄薄嘅漏水。呢種喺商學上叫做眼帶淚光，情路冷涼。擁有呢種眼霜嘅女性一生容易為情所困，遇到嘅男人往往會帶俾佢哋傷害。而且佢嘅淚堂位置，即係眼下嘅子女宮，隨住年紀增值出現凹陷，代表佢晚年會為子女操心受累，甚至因為子女嘅問題而搞得自己身心俱疲。第二，珍珍個鼻膛雖然高挺，但中部有微微隆起，女子鼻大節，感情必波折。呢個特徵注定咗佢一生要經歷2次失敗嘅婚姻，第一次係同四哥，第2次係同劉家昌。2段婚姻都帶俾佢巨大嘅精神創傷同實際損失。第三，佢嘅地角即係下巴位置，近年因為官司同病痛兩腮肉量流失，下巴顯得虛浮無力。呢種地角不穩嘅相，直接對應晚年多爭產官司同身體多病。呢3個面相特徵加埋一齊，就形成咗一個無法逃避嘅命理困局。珍珍嘅晚年注定要喺官司同病痛中度過。四哥身邊嘅風水顧問同埋佢自己多年嘅人生歷練，都令佢清楚知道，如果佢將遺產分一部分俾欣珍，
呢一筆錢非但幫唔到佢，反而會因為珍珍正陷入同劉家昌同劉子千嘅官司泥潭，而立刻被捲入法律糾紛，甚至被外姓人即係劉家昌家族分走。呢個喺風水上叫做財富外食，幫人作嫁衣。四哥一生精明，佢絕對唔會犯呢種低級錯誤。咁究竟狄波拉同張柏芝喺呢個遺產分配入面扮演咩角色呢？呢個就係整個謝家豪門佈局最關鍵嘅一環。狄波拉係四哥嘅第二任妻子，亦係謝霆爽嘅生母。佢嘅面相天庭飽滿，地閣方圓，屬於極度有大局觀同在乎家族財富完整性嘅鎮宅貴婦相。狄波拉雖然同四哥離婚多年，但佢哋關係一直保持良好，而且狄波拉對謝家血脈嘅守護意識極強。另一方面，張柏芝雖然同謝霆離婚，但佢作為 Lucas 同 Quintus 嘅監護人，喺謝家第三代嘅成長同財富繼承上，擁有舉足輕重嘅話語權。呢兩個女人，一個係前妻，一個係前新抱，本來應該係水火不容嘅關係，但為咗守護謝家嘅財產，佢哋竟然達成咗私下同盟。狄波拉曾經對張柏芝講：霆所性格不愛管錢，四哥又重情，我哋呢兩個做媽媽嘅，必須要將謝家嘅財產全部鎖死喺 Lucas 同 Quintus 手裏，一分錢都唔可以外流。呢個同盟形成之後，四哥立遺產信託嘅時候，狄波拉就喺旁邊極力監督，確號信託條款100%只能由謝家直系第三代繼承。呢個安排意味住，無論係四哥晚年身邊嘅小女友 Coco， 抑或係第一任前妻珍珍，無論四哥私下對佢哋感情有幾深，口頭承諾有幾好，喺法律同信託條款面前，佢哋都分唔到一毫子。呢種聯手鎖庫、防範情債外泄嘅手段真係高明到令人驚靚。狄波拉同張柏芝聯手，將謝家嘅財富大門關得死死，唔單止保護咗 Lucas 同 Quintus 嘅未來，更將四哥一生風流可能帶來嘅敗財風險徹底降到零。但呢個鎖庫行動背後，仲有一個更深層嘅玄學邏輯，就係四哥第一段婚姻所衍生出嚟嘅情債命理局。要拆解呢個局，我哋必須要回看1974年。四哥同珍珍嘅八字命格，四哥嘅八字金水相生，帶有強烈嘅金屬開拓性，性格剛烈果斷；而珍珍嘅八字就木火偏旺，性格感性脆弱。兩個人啱啱一齊嗰陣，金水同木火相濟，激情無限，愛得極深，所以當年佢哋嘅婚姻被視為天作之合。但相處落嚟，木火相刑，性格上嘅摩擦同溝通障礙就越嚟越多。加上劉家昌嘅介入同外界輿論嘅推波助絀，最終導致誤會重重。喺遺憾中離婚。喺玄學命理上，最深嘅情債往往來自遺憾，因為兩個人唔係因為感情破裂而離婚，而係因為唔會分開。呢個遺憾令四哥心裏幾十年都留有一個執念，佢覺得係自己當年唔夠細心，冇保護好珍珍，先至令珍珍後來嫁俾劉家昌，落得晚年增產多病嘅下場。呢份愧疚喺命理學上就轉化成為四哥晚年嘅情債殺氣，所以大家見到幾年前珍珍喺台灣生病住院，四哥以80幾歲高齡行動不便都親自坐飛機去探病，送上粉紅色玫瑰花，仲喺傳媒面前講我永遠等他回來。呢個舉動喺玄學上叫做肉身還債，四哥用自己晚年所剩無幾嘅精力去陪伴前妻，就係為咗化解自己心中嗰股積壓咗幾十年嘅愧疚殺氣。但還債還債，四哥心中分得極清。感情上我可以歸欠你，可以用陪伴去還，但喺家族大局同遺產承載上，我絕對唔可以胡塗。呢個就係點解四哥寧願喺病床前喊住拉前妻手，都絕對唔喺信託協議上加上珍珍名字嘅玄學真相。而家我哋進入第5章，拆解豪門遺產傳承嘅冷酷定律，就係點解情分再深都敵唔過血脈歸宗。好多普通人唔明白，既然四哥咁愧疚，珍珍又咁需要錢打官司，四哥分1、2千萬俾佢，對記憶信託嚟講只係九牛一毛。點解四哥唔肯呢？我蘇文峰同大家講，呢個就係豪門命理學入面嘅血脈歸宗，金撲不開。大家要明白3個極度冰冷但又極度真實嘅豪門玄學規律。第一個規律係財帛不入外姓人。一個豪門嘅氣運同財富係同呢個家族嘅姓氏同血脈直係緊箍定喺一齊嘅。珍珍雖然係四哥嘅前妻，但佢同四哥冇共同嘅後代。珍珍個仔劉子千係同劉家昌所生，
如果四哥將謝家嘅財產分俾甄珍，呢筆錢喺玄學同法律上就會流向劉家昌個血脈家族。呢個喺風水上叫引狼入室，財富大破，會嚴重削弱謝家第三代 Lucas 同 Quintus 嘅財富氣場。第二個規律係不以私情動公器。家族信託基金喺豪門入面係公器，係用嚟保護整個家族血脈傳承嘅工具，絕對唔係大家長用嚟補償前妻或者滿足私情嘅私人錢袋。狄波拉同張柏芝作為監督人，守護嘅係謝家子孫嘅底盤，佢哋絕對唔容許四哥用公器去還私人感情債。第三個規律係各安天命，因果自負。甄珍晚年遭遇爭產官司同身體多病，呢個係佢自己命理入面同劉家昌同劉子謙之間嘅晚年劫難。四哥如果強行用金錢去插手佢哋家嘅奪產官司，呢個喺玄學上叫強攝他人因果，非但幫唔到甄珍，反而會將謝家自己嘅福報同氣場拖落水。大劉同四哥呢啲頂級豪門亨最懂呢個道理，所以四哥用送花陪伴握手去還感情債，但用信託簽字封存去守護謝家血脈，情歸情，錢歸錢，真真分文母。呢個先係對謝家、對張柏母子，甚至對甄珍自己最鐵面無私、最符合天道規律嘅玄學決定。講到呢度，大家終於明白四哥呢個情債風水局同最終遺產大定案嘅全貌。四哥呢一生經歷過香港演藝圈最繁華嘅時代，愛過香港同台灣最頂級嘅絕世美女，包括甄珍、狄波拉同 Coco。佢風流咗一輩子，欠下唔少情債，但佢喺晚年用極高嘅智慧為自己畫上一個最完美嘅玄學句號。呢個故事俾我哋普通人三個極度深刻嘅玄學同人生啟示。第一個啟示就係萬般帶不走，唯有業隨身。人活一輩子，賺再多嘅錢，死後一毫子都帶唔走。愛過再多嘅人，臨終前都只能揮手告別。四哥將幾億遺產留俾孫仔，將賴欠留俾歷史，將心情留喺病床。佢睇破咗財富，看清咗因果，呢個係最通透嘅修行。第二個啟示係喺大局面前絕對唔可以糊塗。好多人平時好聰明，但一遇到感情或者舊情，就會做出糊塗嘅財務決定，搞到家破人亡，後代相爭。四哥話俾我哋聽，喺家族血脈同財產大局面前，必須要學識狄波拉同張柏芝嗰種聯手守護嘅理智與冷酷。第三個啟示係各安其位就係圓滿。甄珍有佢自己嘅晚年因果，張柏芝有佢自己嘅母憑子貴，王菲有佢自己嘅精神超脫，四哥有佢自己嘅高壽壽終。每個人喺自己嘅命理位置上各安天命，呢個就係世間最高明最美麗嘅圓滿。四哥寫完用佢89年嘅傳奇人生，為我哋示範咗點樣喺風流中保持正氣，點樣喺財富面前保持清醒，點樣喺生命盡頭完成最終嘅天道大圓滿。佢嘅一生就像一部濃縮咗香港半世紀變遷嘅史詩，由粵語片嘅光啟時代走到電視劇嘅黃金歲月，再見證住香港娛樂圈嘅潮起潮落。佢嘅感情世界更加係一套高潮迭起嘅長篇劇集，每一個女主角都有佢獨特嘅命運所織，而四哥自己就係呢套劇嘅靈魂人物。佢同甄珍嘅婚姻雖然短暫，但卻係佢一生中最刻骨銘心嘅遺憾。呢份遺憾化成咗情債，跟隨佢幾十年，直到晚年佢先用探病送花嘅方式去自視化解。佢同狄波拉嘅婚姻雖然最終離異，但狄波拉喺佢生命中擔當住一個守護者嘅角色，保住咗謝家嘅財富同血脈。佢同 Coco 嘅忘年戀就係佢晚年對青春同愛情嘅最後留戀，但呢段關係同樣冇動搖到佢對家族傳承嘅堅定立場。而張柏芝雖然唔係四哥嘅直系伴侶，但作為謝家第三代嘅夏后姨，佢嘅角色至關重要。佢同狄波拉嘅同盟係成個遺產計劃能夠順利執行嘅關鍵。呢個故事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層面，就係四哥對待財富嘅態度。四哥一生賺錢無數，但佢從來唔係一個守財奴。佢對身邊嘅人大方慷慨，對朋友、對家人、對情人都從不卵話。但佢嘅大方係有底線嘅，就係唔會損害到謝家血脈嘅根本利益。佢晚年將所有財產放入信託，唔係因為佢孤寒，而係因為佢知道呢啲財富唔係屬於佢一個人，而係屬於成個謝家嘅未來。呢種觀念喺中國傳統豪門入面，其實係一種根深蒂固嘅價值觀，就係家族利益高於一切個人情感。
四哥用佢嘅行動證明咗佢雖然風流，但絕不糊塗；佢雖然多情，但絕不濫情。佢對珍珍嘅愛係真實嘅，但佢對謝家血脈嘅責任更加係神聖不可侵犯嘅。呢一個就係點解佢臨終前可以咁平靜，咁將一切交託俾狄波拉同張柏芝，因為佢知道呢兩個女人會幫佢守住佢最重視嘅嘢，就係謝家嘅未來。最後我想同所有睇到呢度嘅朋友講，豪門故事永遠都係命運寫俾世人睇嘅最精彩劇本，但其實每一個人嘅人生都有一套屬於自己嘅風水命理局。四哥嘅故事教我哋要懂得喺感情同理智之間取得平衡，要明白財富嘅真正意義唔係為咗滿足思索，而係為咗守護所愛嘅人同埋未來嘅世代。甄珍嘅故事教我哋要接受命運嘅安排，各安天命，唔好強求不屬於自己嘅嘢。狄波拉同張柏芝嘅故事教我哋要學識團結同合作，為咗共同嘅目標而放下成見。呢啲智慧唔單止適用於豪門，亦都適用於我哋每一個普通人嘅日常生活。如果你睇完今日呢個震撼人心嘅玄學拆解，覺得我蘇文峰嘅分析嘅有幫到你睇清四哥情債真相同豪門風水大局，咁請你繼續留意我嘅分享，我會帶大家解鎖更多華語圈頂級豪門同明星嘅風水秘密同面相智慧。記住萬般帶不走，唯有業隨身。但只要你活得清醒，活得通透，你就可以喺自己嘅人生入面寫下一個屬於自己嘅圓滿句號。我係蘇文峰，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一集再見。